尊敬的各位老师们、各位评委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叫宋承义，我是卢旺达大学午夜校区法律专业大四的学生。我演讲的题目是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家”。今天，一个世界，一个家庭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，坚持对话协商。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，坚持合作共赢；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，坚持交流互鉴；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都努力追求幸福、和平、安定以及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。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家庭，听起来像是幻想。但它是全人类的梦想。如果我们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寻求人类的梦想的共同体，就更容易实现这个梦想。现在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一体化，我们共同努力创造美丽的世界。各国政府间的积极合作，为促进各国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友好往来，为维护世界人民和平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。世界是相互开放、相互交流的，人们可以前往其他国家去从事他们感兴趣的行业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有机会到发达国家学习观摩，在那里寻找机会，实现他们的梦想。世界正逐渐融为一体。马云为卢旺达咖啡打破和阿里巴巴合作伙伴关系，对卢旺达咖农来说是以前所未有的机会。种了33年咖啡树的农民自己种的咖啡卖到了中国，非常兴奋。马云的一句话让非洲女性来到了杭州，弗朗辛小姐带着一箱咖啡样品，再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来到了杭州。这是她首次天猫电商的体验。她说这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。成百上千的卢旺达咖啡农达到了收益，带回是一个个家庭的喜悦。10岁的贫困儿童拿起了书本，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。作为一家中国企业，能做到这些，难道不是中卢发展的典范，中卢友谊的楷模吗？我正在认真学习汉语，我越来越理解到两国文化相同的部分，这也让我感受到我们来自一个大家庭。虽然我们种族、肤色、语言、信仰和文化不同，但我们同在这个大家庭。我们仰望着一片星空，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。我们是命运共同体，人人可以作为个体生活，但我们命运。祝你们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